种。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9页，解说甲正文第49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已经是解说甲第11节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已经是解说甲第11节。就是解说甲五欲言有法依人，即为公理。即嘛应该呢，说来解说一面，就是但请随风解卜，假名三昧。如你书所说，界定是不可思议啊！我所见界定非一别，即嘛应该就是爱来说落解说这道理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我呢，若是假若讲我有一个法好互人啊，安尼就是欺骗伊啦。为什么呢？法就是真理，真理就是咱众生啊，每一个人拢记住的物件。所以咱众生虽然现出是在迷茫中，但是真理呢，嘛是无叫失落去。也有一天咱成佛啦，只是咱呢去体证到咱本来记住的真理而已。所以无论是佛也好，无论是祖师也好，伊只是甲咱启示，并毋是讲啊，自这个真理来互咱。对这个道理呢，在《法华经》内底有一个叫做义理宝珠的披露。这个披露呢，我过去啊常常在讲，现主持人无妨啊，在这个所在，我提出来说明，安尼互咱来了解讲，欲见有法依人，即为公理。就是讲过去呢，有一个人啊，善巧也流浪啊，伫咧做乞食。也流浪来流浪去，有一天呢，到伊的朋友的所在，这个朋友呢真有钱，这个朋友也可以讲是真有钱所以就甲伊留落来啊，也请伊食饭啦，请伊啉酒啦。因为这人一向呢，实在是善巧甲平常时啊，无通食饭，哪里伊搁再有通食青草搁啉酒呢？当然是无这个机会。因此呢，即马青草食饱啦，酒啉足济呢。但是呢，伊这个有钱人朋友呢，有真要紧的代志嘛，要离开袂当互单讲精神也毋敢吵。自然呢，就摕一粒真正有价值的宝珠呢，甲伊递到伊的衫底。伊想讲，我若离开，伊自这粒宝珠摕去用啊，安尼伊一生呢应用无尽，免搁来散抢。这方面，这个乞食。就是讲，这个善巧朋友呢，连这个有钱人朋友遐食饱困一困起来，讲伊朋友太早出去，不管啦，甲既然出去就好啊，伊也毋爱等。像安尼，搁再出去，搁来去过着迄个流浪的生活。搁来过着流浪生活，伊都毋知影讲，伊这个有钱人朋友已经摕一粒宝珠放伫个地下底边互伊用，所以一直搁伫咧流浪。你啊流浪到有一天呢，巧因这个好业朋友看讲，奇怪，你太过伫咧做乞食。伊讲我无做乞食是要做啥物啊？伊讲我无时无去啦，你去阮兜的时阵，你伫咧困，我摕一粒宝珠互你放伫个地下底啊。伊讲无啊，较有啊。伊讲有啊，现都有啊。到有无在咧坐，要安怎好呢？结果啊，伊就讲你地下底望看啊，哇，这个光呢，正是地下底迄粒宝珠。所以迄粒宝珠，约迄个时间讲起来是本来就，并毋是讲因朋友甲伊讲的照迄粒宝珠，本来真久以来就迄粒宝珠。伊即个披露，这名叫做讲骗如来。伊即个披露来说明讲，咱众生的佛性，咱本具的真理啊，本来记住的真理，就是咱众生的个个拢有影。那咱就是像迄个善巧人共款啊，有一粒宝珠咱毋知影，就是讲咱呢。
真正宝贵的佛性真理，这个咱唔知。也佛也好啦，或者是讲慧能大师也好啦，甲咱指点，你有佛性，你爱去启悟。要咱会启悟，迄个所在就是讲叫静得定。那事实上，这是咱本来有。所以呢，佛也好，祖师也好，一并无法互咱，只是指导咱的法，指导咱如何来去体证佛法义。这是六祖慧能大师讲我就言有法义人这个讲理这段意思。下面讲但请随风解卜加明三法，这就是进一步解释。讲既然呢，唔是讲有法互人，也为什么来伫咧讲经说互人听呢？来伫咧开示大众呢？这个所在慧能大师啦，就解说迄个意思。就是讲呢，只是暂且呢随风解卜。为什么叫做讲做随风解卜呢？这个随风解卜的意思就是讲随着方便啦，来解读迄个受束缚的人。就是讲，只是随着方便来替咱众生，把咱众生束缚掉了呀，该偷回去。也束缚咱众生的是啥物呢？就是烦恼，就是主要。尤其是烦恼方面，咱众生啊有真正侪颠倒。慧能大师呢，就是啦，将咱众生的这个颠倒见来给偷掉，这个颠倒见的这个骨头来给偷掉。所以呢，名叫做随风解卜。这个相宗啊，伊伫咧说法呢是无一个固定只是呢为着对方的人解读说法义。所以咱过去的祖师内面，拢就是一种随机的说教对着这个众生是安尼讲法，对着迄个众生是安尼讲法，所以有真正侪这个公案，互咱家听起来呢，好像讲无啥款道理。但呢，好像讲无啥物道理，迄个所在呢，正就是真正大的道理呀。若是当契机啦，随时就写到我来得到利益。加明三法，讲这呢，只是加少一个名，叫做三法。这个三法呢，就是禅定的意思，就是讲我呢，只是随着方便。来解除咱众生的烦恼，使众生当离开了束缚。那加少一个名呢，就是叫做禅定啦。这边讲如念书所界定是不可思议。讲若是参像你的师父所讲的界定会，就是讲你自行的师长所讲的界定会，实在也是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，就是讲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语，也就是讲真正微妙的意思。就是讲这款的道理呢，真正深，不是用过咱一般的意识妄想会当家想出来，这就是不可思议。也这款的道理呢，真奥妙也不是从咱普通的这个嘴对当家议论出来。我都用咱的嘴来形容，所以就不可议，合起来就是不可思议。讲我所见界定分别，虽然是你的师长新秀大师所讲的界定分别，实在是真正微妙，这个道理真微妙不对。但是呢，若是依照我所看的迄界定分，又搁在差别。就是讲我的界定会甲你的师父所讲的界定会是无共款，也比自成观界定会只合一种如何鉴别？当阵这个自成听了呢，就感觉讲奇怪，讲界定会是只合一种既然叫做讲做界定会，这是咱佛教修行的讲义也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讲开示，应该呢真理
只有是一种。所以这个界定会呢，也只有应该是一种意义啊。如何鉴别？为什么另外搁再有不同的界定会呢？之前你哋唔知影，所以呢，只好啊，安尼来请教，是讲安尼来请教慧能大师。此外，你是界定会接大乘的，五界定会接最上乘的，五界不同，见有质。此外，就是慧能大师安尼讲啦。讲你的师父所讲的界定会，是讲新秀大师所讲的界定会啊，是接大乘，就是讲伊呢是接引大乘，接引就是度化意思，就是讲你的师父所讲的界定会啊，是咧教化遐个大乘经义啊，大乘经义啊，就是发心自利利他之类啊。因为伊所讲的是诸恶莫作，名叫做讲戒；诸善奉行，名叫做讲慧。既然奉行诸善呢，这就是属于大乘行者，才会当好来行善，才会当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呢，你的师父所讲的界定慧呢，应该啊，就是咧接引遐个发大乘心，行菩萨道啦。讲五界定会啊，接最上乘的。讲但是呢，我的界定会啊，乃是接引迄个最上乘的。最上乘就是讲最一定利己的人，就是讲这个根基呢是最来迄类人。那这个最上乘啊，就是一佛乘的意思。这两个呢，若是要甲伊干别起来，新秀大师伊所讲的界定，就是教化遐众生；也慧能大师的界定会呢，就是教化最上一佛乘，会当互来先过来，会当互伊被成为这类人，这是根基最来的。讲五界不同啊，见有之质。讲因为对你的了悟，对你的解说，各个不同，对你的这个了解不同，所以呢，所看就变成讲有质有质。这个质就是慢啊，质就是急。就是讲对这个道理啊，伊的看法呢就不同。参像新秀大师诸恶莫作，众生同体，这啊，拢是在咱一般生活中，就是讲在日常的行为中间啊，来去修改。那这呢，也可以讲就是一种渐修啦，约事修方面是讲。那这个事修一步一步来，有一步一步呢，慢慢当接近的佛法。这应该就是智，即只所讲的智。要做慧能大师伊的界定会啊，约自性去讲，所以就是讲会当回来了悟自性迄个所在，就是成就了界定会。安尼呢，唔是讲一步一步修来，只是在体会道理的所在，就是得到个界定会，那这就是紧咯。这就是原来经的意思。这边讲逆天无算，以彼图晓。讲你呢来听我讲看卖，看甲伊呢有共款。因为新秀大师所讲的是诸恶莫作，名叫做戒；诸善奉行，名叫做讲；诸正记忆呢，名叫做定。我要来讲的界定会，你甲听看卖，看是毋是有介共款？下面慧能大师搁来讲五所说法不离自性，离体说法呢名相说，自性相离，使伫一切万法皆将自性起用，
是真界定规范，应当甲对所在是一句该将自身启用，迄是一点，迄毋是一个门槛啊。门槛应该放在是真界定规范的这个所在。我所说法不离自性，就是讲我所讲的法拢是呢无离开自性。为什么着做慧能大师所讲的法拢无离开自性呢？这在前面已经讲真清楚。因为着做慧能大师，伊已经是一个明心见性人。因为是明心见性人，所以呢，站在明心见性的立场来讲佛法。因此呢，伊所讲的法无离开着自性，无离开自性来去讲佛法。讲离体说法呢，名为相说。讲假肉那是离开体，这个体就是个自性。体就是体性，可能是离开了自心的体性来去说法，我来去讲这个道理，那就名叫做相说。这个相说的两种意思，一种意思，这个相说就是讲是一种的独相的说法。因为你离开了这个自性来讲法，就变成了独在咱世间的相。世间的什么相就是文字相、心缘相等等啦。要有一种的这个相的解释法，这个相就是讲变成就是事相。你离开真理来讲就变成落在事性这方面。落在这个有形的事相这方面呢，那这个事相就甲真理有一定的隔来。安尼呢，就无法度去表明这个真理。下面讲自性相离，讲咱一切众生对这个自性呢，拢相离。这个自性相离，甲换做转来讲相离自性，安尼可能咱电脑较容易了解。就是讲咱众生呢，常常拢是迷了自性，自性本身是被迷啦，是咱众生呢对这个自性生起了迷。为什么叫做自性是无迷，咱众生生起迷呢？这在《楞严经》内底都有一段譬如，就是讲譬如一个人伊迷失了方向，将北边该当作人。将东边来当作讲西边，安尼就迷失了方向。那尽管伊迷失了方向，伊将这个东边甲当作西边，安尼是毋是由伊的迷，东边真实的变做西边，是毋是？或者是讲由伊将南边甲伊当作北边，安尼南边是毋是真实就会变成北边呢？这是无可能。这个方向的本身，北就是北，南就是南，东就是东，西就是西。方向的本身呢，这是迷失，因为咱人该念着方向，伊所变成也换去了方向，也迷了方向，这绝对不是对的。所以这个方向的本身就是不变，乃是人的心理，人的判断错误。在人的心理、人的判断错误，迄个所在呢，该叫做迷。要咱众生呢，对自性的迷是共款这个意思。就是讲，咱对这个自性咱无法度去甲认识。在咱无法度认识自性迄个所在，咱叫做做迷了自性。就等于讲，迄个人将东边甲当作西边，本来对去东边，结果到西边。去到半路想讲，奇怪，太愈行愈远，慢慢看卖，哇，讲毋是，这已经是难看。咱随家指点呢，伊这个头脑随转过，观念呢随改变过，安尼呢，东就是东，西就是西。所以伊就过来挖头倒转来，就行去伊应该要去行迄个方向去，就袂行。咱众生就得共款，
咱众生灭了自性，拢是向外去追求。在这个时阵啊，由先知时甲咱开始，叫咱必须要来回光返照，咱才会当来体悟真理。咱会当迄个体悟来自然咱会当来契合。所以伫这个所在，慧能大师就讲，自性是上面，讲施治一切万法啦，该将自性起。施治就是讲你必须爱知，讲你必须爱知一切这个万法。这个万法就是包括了世间一切。那这个一切万法呢，拢是将这个自性来起用，将这个自性起用，就是讲拢总啊，将这个自性来发起的作用意思，是真界定开发。讲将这个自性发起作用呢，这正是真的界定法。按照慧能大师所讲的一切万法，拢是将自性起用。这个道理呢，在起信论内底讲得真清楚。起信论呢，将咱的心改分为体相用，就是讲将咱众生的心啊，用三方面来解释，这个叫做一体三面。心只是一个意义。唔通甲伊讲心的体是另外体，心的相是另外相，心的用是另外用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讲心与体相用的三种意义。用心的用讲起来，但世间一切这万事万物啊，拢就是由咱的心所发起的作用。但是这个心发起的作用，确实呢，分为这个染污用加清净用。就是讲咱的心，乃是随着清净的，也就是变成一种清净的作用。由这个清净的作用所变现出来，就是正觉光明的理想的世界，清净的世界。假如讲这个心随着染污的起作用，就变成一种的黑暗、痛苦、罪恶的世界。从这个所在，也就是分四性的法界，以及把六观的法界。佛、仙、佛、灵、菩萨，这四性的法界呢，就是咱的自性随着清净的起作用。所以，参像阿弥陀佛伊的愿力所成的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也是共款，是咱的自性随着清净的所现。也咱这个自性有无量功德，将这个自性中的功德那么显现出来，就是这个无量的上好世界。咱现在是所住这个世界，这是属于六道凡夫的世界。六道凡夫的世界，这就是由咱众生的染污缘强力所成，所以就显现这个黑暗的、痛苦的染污的世界走出来。所以呢，世间一切，拢都是将这个自性起用。那既然世间的一切呢，拢都是对于这个自性所起的作用啊，界定会应该呢，也就是属于自性中的物件。假如讲你离开这个自性来讲界定是不对的。所以呢，会当好来了解界定会也是将自性所起，这个才是属于真正的界定法。因为是新秀大师所讲的呢，这是变成一种外了相，就是讲咱迷惘的众生在这个别的这个地位上，在这个别的这个境界上面，也来去制止一切罪，也来去奉行一切善法，也来去清净咱的心，这呢就能够解鬼。这就是属于这个有相之说。但是依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呢，就有所不同。
这个自性，这个物件呢，应该是种本体，是无伊这个分相。这个新秀大师，就是讲爱来修行，爱来分学，已经有这个善恶的分别。就是讲已经建立了一个善恶分别的相，以此呢，要来去清净自己的心，这就变成一种相算啦。这都是真的。既然呢有建立一个善恶的分别，要来去形成，在迄个所在的本身内底，就变成又搁再加一层迄个迷惘，加一层染污，加一层迷惘，加一层染污呢，那搁再严格讲起来变成犯了戒犯。因为变成在心内底呢有是有非，在心内底呢有这个分别对立。即咱看下面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界定为意义的境界，就可以来了解这个道理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讲：解将自性起用是真界定法。